美国甲台湾扣关税，这税率确定是19%，未阁太悬起哩。但正人嘛关心讲，咱敢有用降低美国农产品出口来台湾的关税来交换呢？农业部长陈俊贵是强调讲，绝对无用零关税做交换条件来瞧，会守护农民的利益。咱台湾猪肉要来互咱的台湾人吃健康。 向民众挂保证，国产猪肉是上好的消费选择。非洲猪这过后解禁了后的39万只猪，一定2月到3月就会当消化完。农业部甲营地协会举行国产猪肉的行销活动，加强买起。不过因为咱国输往美国的关税降到15%，无阁塌起哩。不过农渔业还未公布，猪农是烦恼美国农产品输入台湾是不是会零关税冲击市场？这部分若讲零关税。 如果说做好市场区隔啦，哈，卖讲进口的和国产的伫咧混充，我们对自己是有信心啦。主要输往美国的培乌虎也是受影响的鱼种，希望稳定出口。英国培乌虎出口是零关税，希望各种变动损失唔通拢转互渔民。担忧的就是说，希望这个鱼价能稳定，好，然后把最好的品质呢，可以来跟竞争国来竞争。进口的这些品项，我们都在逐一的做一个确认。 哦，然后相关的这些确认的程序完成了以后，然后签署协议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对外来说明。对于农渔民的心声，农业部长陈俊贵出席活动的时阵讲，甲美国交涉的过程绝对无以零关税做前提，会以维持农民收益、维持产业稳定、确保粮食安全的原则坚守底线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